美伊嘅和平談判陷入僵局，市場維持一個半避險嘅狀態。今個星期有唔少嘅主要央行都會分別舉行議息會議，美金暫時似乎係有底難升。後市我哋點睇呢？大家好，歡迎收睇《論外匯》。今日係4月27號星期一，我係 Colly。最新消息見到美伊嘅和平談判仍然係陷入僵局。咁而伊朗雖然就向美方提出咗重啟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一啲相關建議，咁其中都牽涉核談判嘅推遲啊，同埋停火期間繼續延後等等嘅條件啦。咁但係都見到美伊雙方嘅核心分歧依家仍然係未能夠得到共識嘅。咁而市場對於嚟緊局勢會唔會預期其實都好反覆無常。咁唯一一點就係好明確嘅一個共識就係咁市場都覺得無論任何美伊停火或者中東局勢降溫嘅信號出嚟嘅話其實個反應都係好直接會削弱到美金嘅避險日價，咁就令到美元對於其他嘅主要非美貨幣嚟講都係承壓走遠嘅。咁調翻轉啦，每逢有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持續啊或者升溫呢啲消息嘅話咁就會為美金提供一個底層嘅支撐。咁因為依家個局勢仍然係反覆無常啦，咁所以整體嚟睇咁美金仍然係維持咗一個下邊有支撐，咁但係上方再大幅彈冇乜動能嘅一個區間格局。咁而新興貨幣方面啦，因為油價依家仍然係居高不下啦，咁最高仍然係一度升穿每桶100蚊美金嘅一個表現，咁其實都間接令到加紙獲得一個穩健嘅支撐。咁而澳洲紙方面啦，澳洲紙其實今個禮拜翻嚟已經見到反彈力度似乎有翻嚟啦，咁最高曾經試過逼近72美仙嘅關口嘅。咁而短期推動澳洲紙一個核心嘅邏輯仍然係市場對於美伊嚟緊呢個談判最終都會緩和嘅一個樂觀預期，咁同埋疊加埋整體個市場風險偏好改善啦，咁同埋市場覺得嚟緊美聯儲同埋澳洲央行嘅貨幣政策個預期仍然係比較分化啲利好因素共同其實都為澳洲紙嘅升勢係托底嘅。咁後市焦點今個禮拜大家就要關注翻星期三將會出爐嘅澳洲3月份 CPI 通脹數據。咁目前市場都預計整體澳洲嘅 CPI 按年升幅會達到4.7%，咁會比2月份嘅3.7%進一步上升嘅。咁如果通脹升溫係超過市場預期嘅話咁其實都唔排除會進一步鞏固翻市場對於澳洲央行嚟緊會繼續加息嘅一個預期。咁5月份依家市場睇嗰個加息機會率已經係去到80%樓上㗎啦。咁呢個都會係澳洲紙嚟緊新一輪反彈嘅有機會係一個關鍵嘅催化劑嚟嘅。咁而今個星期其實我哋都會迎來唔少嘅主要央行嘅議息會議，咁係一個全球嘅央行超級週嚟嘅，咁包括係美聯儲啦、歐洲央行、英倫銀行、日本央行同埋加拿大央行等等。咁頭先提及嘅呢啲主要央行其實目前市場都普遍預期今個星期都會繼續按兵不動，維持所有嘅貨幣政策不變。咁但係大家都仲係好關注啦，佢哋嚟緊係一個央行會議上面嘅一啲政策立場嘅表述啊，同埋有冇啲關於前景嘅一啲前瞻性指引呢？咁好似歐羅啦同埋英鎊咁樣基本上佢哋嗰個利率政策預期已經喺過去呢個星期率先定價咗喺匯價上面啦。咁過去呢個禮拜我哋見到歐洲央行嘅正副行長同埋一啲主要嘅核心官員都分別接連咁樣釋放咗關於對於嚟緊貨幣政策要比較審慎觀望嘅信號。咁其實基本上都係暗示緊大家短期入邊冇諗住去加息啦，或者係減息嘅。咁而6月份歐洲央行嘅加息嘅機會率亦都已經回落咗啦，去到挨近60%度，基本上可能係7月打後加息機會先至會高翻少少，咁令到歐羅而家都暫時缺乏一個政策嘅利好催化，咁所以就少啲資金去流入。咁英銀行方面見到行長都係表態話佢唔急於加息，咁令到市場都係對於佢加息預期同步降溫嘅。咁而家都覺得可能都係同歐洲央行一樣，都要7月份打後先會比較高嘅加息機會啦。咁但係我哋都知道啦，其實依家究竟呢啲央行會唔會加息其實都好依賴中東地緣局勢點樣行啦，同埋油價走勢。咁所以局勢咁多變化情況底下其實對政策預期並唔能夠為匯價提供一個非常大嘅推動力。咁而尤其係歐羅啦，我哋見到歐洲其實基本面制約都係比較明顯嘅。上個禮拜歐元區有幾項嘅經濟數據出嚟啦，包括消費者信心啊，咁同埋 PMI 數字其實都見到表現係比市場預期疲弱，反映到當地增長動能仍然係不足嘅。咁而今個禮拜歐元區就公布第一季嘅 GDP 同埋4月份嘅 CPI 通脹數字，咁相信都會能夠成為驗證歐元區究竟係咪真係會陷入滯脹呢個風險有幾大呢，同埋決定咗歐元短期方向嘅一個其中重要關鍵嚟嘅。
咁而 yen 字方面，其實市場嘅焦點咧就好集中於究竟日本央行喺今個禮拜議息會議上面咧，咁會唔會咧對於嚟緊加息嘅前景咧有啲新一步嘅暗示？咁近排咧我哋見到基本上3月底之後咧，其實美金對 yen 字咧都徘喺160呢個警戒線樓下嘅。咁雖然依家日本嘅通脹降溫嘅幅度咧仍然係唔及預期啦，咁但係市場都覺得咧似乎聽日本央行口吻啦，暫時短期內咧都冇乜呢個加息嘅意向。咁但係另一邊廂咧，如果升穿咗160呢個干預警戒線嘅話咧，咁又覺得咧日本嘅當局可能唔會干預翻匯市喎，所以一路以嚟咧都維持翻一個窄幅震盪，差唔多成個月啦。咁睇下今個禮拜咧會唔會對於美聯儲啦同埋日本央行政策立場嘅前景咧，大家有啲新嘅訊息啦，咁可以成為咧匯價突破依家呢個盤整區間嘅一個重要嘅拐點。咁而潛在嘅波動風險咧，我哋都唔能夠忽視嘅。咁而人民幣方面啊，我哋睇翻咧，其實近排變得非常之亮眼，基本上咧由今年嘅4月份開始啦，其實我哋見到人民幣匯價都走出一個好明顯嘅強勢。咁其實即使係面對環球嘅一個地緣政治風險升溫啦，同埋市場對於中美關係嘅一個擔憂，咁但係我哋見到美金咧雖然價或有反彈，咁但係人民幣依然咧係表現出一個比較強硬嘅抗跌性同埋穩定性嘅。咁都反映翻咧，其實佢基本面支撐啦，同埋啲跨境資金流啊，同埋市場定價結構咧，其實已經發生咗一啲嘅轉變。咁依家咧其實環球嘅貨幣咧普遍都受到呢啲央行政策干預啊，或者地緣政治嘅局勢困擾嘅情況之下咧，咁反而人民幣嘅行情咧走得唔錯，咁依然係會係我哋覺得其中一個咧大家去留意翻嘅一個配置貨幣資產嘅比較好嘅一個選擇之一嚟嘅。今日傾到呢度，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